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。搬过做前，耶稣知伊离开即世间，转去爸遐的时间已经到。伊一直有听即世间属伊家己的人，就听因到底。耶稣甲伊的门徒伫食暗顿的时，魔鬼已经将出卖耶稣的意思下伫以斯加略西门的囝犹大的心。耶稣知爸已经将一切交伫伊的手，嘛知家己对上帝遐来，要搁转去上帝遐，就离开岛，脱外衫，摕一条棍仔下伫约尼，然后将水倒伫水盆，甲门徒洗骹，搁用下伫约尼的棍仔甲因拭。伊洗到西门彼得遐，彼得甲伊讲：“主啊，你要甲我洗骹哦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我伫做，你现在毋知，后来就会明白。”彼得甲伊讲：“你绝对袂用得甲我洗骹。”耶稣应讲：“我若无甲你洗骹，你就甲我无关系。”西门彼得甲伊讲：“主啊，毋若骹，连手甲头壳嘛甲我洗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人身躯洗了，规身躯拢清气，干焦洗骹就好。你已经清气，毋过毋是逐个拢安尼。”因耶稣知什么人得要甲伊出卖，所以才讲：“你毋是逐个拢清气。”耶稣甲因洗骹了后，穿外衫，倒转去伊的座位。伊问因讲：“恁敢有明白我对恁所做？恁称呼我老师，嘛称呼我主。恁安尼称呼真对，因为我就是。我做主，做老师，都甲恁洗骹，恁嘛着互相洗骹。我有留模样互恁，是要互恁通照我对恁所做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仆人袂比主人较大，风吹歹嘛袂比吹歹伊的较大。既然恁明白即个事，若去实行，就真有福气。我毋是只全体得讲，我认捌我所拣选的，不过这是要互圣经所讲，甲我做伙食饭的人，竟然背逆我，即句话会应验。当代志还未发生，我先甲恁讲，互恁伫代志发生的时，通信我就是迄位自有永有的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接纳我所册的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的，就是接纳找我迄位。耶稣讲这话了后，心内非常激动，就明明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中间有一个人要甲我出卖。门徒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毋知伊是伫讲什么人。”门徒中间有一个是耶稣所疼的，伊坐伫耶稣的身边。西门彼得就向迄个门徒点头表示，叫伊问看耶稣是伫讲什么人。迄个门徒就提我耶稣，甲伊问：“主啊，是什么人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我要问即个饼摕互一个人，迄个人就是。”伊就摕迄个饼问上，然后摕互以斯加略西门的囝犹大。伊一个接到迄个饼，撒旦就入伊的心。耶稣甲犹大讲：“你想要做，赶紧去做。”当坐倒的人无一个知是安怎耶稣甲伊讲即句话。
因为犹大是管钱的，有人想做耶稣是得叫伊去买受罪要用的物，也是叫伊去真做善车人。犹大食迄块饼了后，随时出去，迄时是暗时。犹大出去了后，耶稣讲：当人子已经得到荣光，上帝嘛通过人子得到荣光。既然上帝通过人子得到荣光，上帝家己嘛要荣耀人子，阁要随时互伊得到荣光。细囝，我甲恁做伙剩无偌久啦，恁会找我，照我捌甲犹太人讲，当我甲恁讲，我要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我互恁一条新的诫命，恁着相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相听。恁若相听众人话对这来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西门彼得问耶稣：主啊，你要去倒位？耶稣应讲：我要去的所在，你现在袂当缀我去，不过后来会缀我去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是安怎？我现在袂当缀你去？我甘愿为着你放杀性命。耶稣应讲：你要为着我放杀性命，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过天以前，你话3遍毋认我。